抱歉。没事。上点药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就是点小伤。我看你的伤口，伤得挺深的。没关系，我扛得住。给我，你给我，给我踢会儿。你不会？我会。可难了这个。云儿，我这次出宫之事，你都收拾好了没有？都收拾好了，公主你就放心吧，我在你被子底下塞了可多东西了，他们都以为你在睡觉呢，所以呢，他们肯定不敢进去的。哎，腿长就是好啊！你给我数着。这个好，你给我过来。哎，你们别玩了。怎么了？天不道长都出去这么久了，还没回来，难道你们就不担心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我师父法力高强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玩会儿来。来，你就知道你师父法力高强，难道你没听他说，他这次出去是有危险的吗？哎呀，公主，宫外那么大，来回都需要时间的，说不定他在回来的路上了呢。你就放心吧。但愿如此。这是我师父给我的药膏，你再多涂几次，伤口应该恢复得很快。我先走了。小蘑菇，哎，怎么样？师傅，你回来了。没想到乐平公主也在。乐平公主担心你一晚上，一大早上就来这儿等你了。多谢公主挂念，小道福大命大。天目道长严重了。其实我主要是想来看图的。啊，对，师傅，那个图找到了吗？鱼儿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只要师傅出马，一个顶俩。天目道长本事大，我们都是知道的。啊，你别说啊，真挺好看的哈。公主殿下，这图可有什么异样？好像是有点不对啊。此话怎讲？这仕女图，我小的时候跟父皇一起在南书房见过。虽然这一幅跟我小时候见过的画面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一点很不同。哪儿不同？味道。味道。我父皇跟我说过，这幅画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有麝香，百年不散。没味儿啊。那公主的意思是说，这幅图是假的？恐怕是的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，师傅？小蘑菇，最近老糊涂那边可有什么状况？你别提老糊涂，他害我掉进臭水沟，害我吃西药拉肚子。你说他是不是诚心的？你看他表面哈哈的，心里边全是心眼。我跟你说，他坏着呢。我们云大人穿女装还是蛮好看的嘛。
公主，图拿到手了吗？在天木童那里。你怎么不趁机夺图？我本来也想，但是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。你受伤了？是。你是怎么伤的？我跟天木童，我跟那个臭道士出宫找回了仕女图，在回宫的路上遇到了3个特别诡异的黑衣人，他们身手敏捷，擅长引术，根本摸不清他们的套路，所以交手之际，不慎就受伤了。怎么个诡异法？这群人使用的是东瀛忍术。东瀛忍术？哼，都是些跳梁小丑，我猜应该是六王请来的人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这个你先不用管，只需要盯紧天木童，要在图交到太后之前，先拿到图。明白。出来吧。哼，有的时候真搞不懂你们这帮东瀛忍者，在本王面前还需要如此神出鬼没吗？六王有所不知，作为一名专业的忍者，就是要不走寻常路。废话真多，说吧，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天木童手里那幅图是假图。假图？如果他手里的是假图的话，真图应该还在那个人手上。哼，这老狐狸居然来了一招先发制人，把本王耍得团团转。那我们现在立刻给本王找出那个人。嗨！云大人又变回来了。我是来还药的。你先留着用吧。你是在咒我多受点伤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留着它有备无患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。谢谢啊。仕女图呢？这回宫一路匆忙，我还没来得及看呢。你不用看了。不用看了，因为那仕女图是假的。假的？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乐平公主说的呀，她说见过真的仕女图，真的图上应该有麝香之类的味道。你给乐平公主看过了？我一回来就看见她已经等了我很久了。哦，那就是那个范公公跟徐公公在骗我们了。桌子、椅子、板凳移动多少，他都知道。后来皇上出征走了，他也就不管了。这事儿按理说吧，要是搁以前，我们在南书房拿着那些东西，他一准儿知道。现在我们只是捡个空子而已。